嘉义的大拿有一间足久咧度的观光工厂咧，大外观看起来那像是城堡同款，互民众讲做是台版的迪士尼，也毋过呢，所引起美国迪士尼总部的关注。这业者是解说讲，因是开10档的时间来规划，这毋是仿的，希望会当打造在地的文化地标。 亲像欧洲城堡的建筑，还未到营业的时间，外口就有排队等要入去参观的民众。这个日嘉义县大拿8月才开幕的巧克力岛观光工厂，因为园区内底的设计，互民众甲合作是台版的迪士尼。跟迪士尼有像嘛？一点啊啦，无讲介像啦。嘿啦，对嘛？伊就去尖尖啊，颜色要共款啊，真正认真看嘛，无相像。 就很像啊，就进来就是那种梦幻城堡的感觉啊，就是让人家一直想拍照的那种欲望很强。这样。业者表示，因的团队有在国内外游乐园设计园区的经验。这个观光工厂的园区是创办于10年前，结合自身的经验甲细汉时的梦想所展现的成果，毋是去模仿像的物件。不过，因为游客伫网络的分享，讲这是台版的迪士尼，所以嘛引起美国迪士尼总部关注。像之前我们也是在国内有承揽剑湖山世界跟义大世界等等，然后甚至我们之前也是有做到上海迪士尼的3大主题园区。其实我们就是想要把我们的工艺以及梦想带回到家乡，然后再融入家乡的特色。城堡的建筑风格内底是巧克力岛的观光工厂，业者主动澄清，甲迪士尼无任何关系，甚至展现当初是设计的手稿，希望用在地的原创文化去展现台湾的创造能力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